大家諗下，如果我同你講，呢個宇宙入面，所有嘢都唔係粒子，而係一條條細到你諗都諗唔到嘅弦，喺高維空間震動緊，聽落係咪有啲似科幻小說多過科學？但偏偏呢個諗法就係物理學史上其中一個最宏大、最野心勃勃嘅理論——弦理論。問題就嚟啦，弦理論究竟係科學，定其實更似一種披住數學外衣嘅哲學？先慢慢嚟，我哋由最基本講起。以前嘅物理學覺得世界係由粒子組成，電子、夸克、中微子，好似一粒粒宇宙 level。但去到量子力學同廣義相對論撞埋一齊，成件事就開始失控。量子力學管微觀世界，準到離譜；今義相對論管宇宙同引力，一樣準到嚇親人。但偏偏佢哋互相唔啱 key，尤其係引力，量子力學完全處理唔到。於是有啲物理學家就諗，會唔會我哋由一開始就諗錯咗？弦理論嘅核心概念其實好簡單，簡單到有啲恐怖。所有粒子其實都唔係點撞，而係一條極之細嘅弦。呢條弦可以震動，而震動嘅方式就決定咗佢係電子、夸克定係光子。就好似一條吉他弦，震得唔同，聲就唔同。係咪好優雅？係咪好迷人？甚至連引力都自然咁出現咗。呢一刻，唔少人會諗，哇，呢個會唔會就係宇宙終極答案？但問題就喺呢度開始，要令弦理論成立，宇宙唔可以只得三維空間加一維時間，佢至少要10維，甚至11維。多出嚟嗰啲維度去咗邊？答案係佢哋捐埋喺極之細嘅尺度入面，細到我哋永遠都見唔到。聽到呢度，你可能已經開始皺眉頭，因為呢個解釋開始有啲似你睇唔到，唔代表佢唔存在。再嚟一個更致命嘅問題，弦理論唔係得一個版本，而係多到接近無限咁多個版本。唔同嘅維度捐法會產生唔同嘅物理常數，唔同嘅宇宙規則。結果就係幾乎任何一個宇宙，你都可以用某一套弦理論去解釋。聽落熟唔熟？如果一個理論無論發生咩事都話我啱，咁佢仲算唔算科學？物理學入面有一條好殘酷嘅底線，可證偽性。簡單講就係你要有機會被證明係錯，但弦理論嘅問題係要驗證佢需要嘅能量高度，要一部對撞機大過整個銀河系。即使係今日最強嘅實驗設備，例如熵嘅大型強子對撞機，都完全無可能接觸到弦嘅振度。換句話講，就算弦理論係真，我哋都可能永遠冇能力證實。所以有物理學家開始質疑呢樣嘢仲算唔算科學？甚至有人話弦理論更似一種數學美學，或者一種現代版嘅形而上學。但另一方面，又有人覺得科學唔一定即刻驗證到。當年愛因斯坦提出今義相對論嘅時候，都冇人即刻證實到引力波。結果呢，100年後，人類真係聽到宇宙震動嘅聲音。所以問題變成弦理論係行得太前，定係根本行錯路？又或者佢本身就唔係用嚟證實，而係用嚟提醒我哋，人類理解宇宙嘅方式可能本身就有極限。最後，我想留一條問題俾你：如果一個理論數學上完美、結構優雅，可以統一一切，但永遠無法被驗證，你會唔會接受佢仍然係一種真理？又或者真正嘅科學必須接受有啲答案我哋永遠都觸碰唔到？大家不妨諗下。